够呛了吧？对，被我批发掉，我就对啊，等他们来，过来，赶快过来！我想要认识你们啊！大力啊，你们喜欢来我家烤肉吗？烤肉嘛，乱丢东西嘛！烤肉，我就要约你来烤肉。七八干妈食材，我妈的七八，我跟你讲，我在家准备好啊！你要吃猪肉、牛肉，就准备好啊！我看都会吃啊！烤肉嘛，拍照嘛，等你呢。我不敢说谁嘛，就刘冠廷啊，就陈柏庆我怎么不敢说？有做就有做呗，有没有做？有做就有做了，怕吗？不要怕，花钱而已。花钱而已吗？我现在明白了我明白了，花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对了我明白了，等我